去年1月，雄雄脑中风失去意识，阿玉不幸成为植物人。不过经过先生无眠无日的照顾，甲创世基金会到厝内协助服务。虽然现在也无法度讲话，不过这2个月来状况愈来愈好。这段亲像奇迹同款的恢复，做红婿无放弃的爱情力量，感动艺人张秀卿到场，除了想要立意做兄哥，嘛用老公这首歌代替爱妻献给伊。特别伫情人节之间，见证有缘做夫妻上好的模样。一粒心为一人有偌久，会当为情无怨弄，为爱做选择，不是阮冲动，甘愿将生命交在你手中，咱是前世约束，今生要相逢。当时基金会甲我讲，我半暝半嘛要来。足好足好，即个社会就是需要你安尼即个榜样吼。今仔日迄落情人节，这其实我就是恁的礼物。我拄应该甲你包一个礼物就安尼 surprise。足感动的，所以其实你也看即马疫情安尼，大家心情拢就是比较，大家其实这个时候更要互相扶持，尤其是翁仔某。伫创世基金会安排，蔡生嘛是结婚34年来第一摆送花，加上张秀卿到场祝福，用歌声来刺激，其实拢是一种真好的治疗，场面相当温馨。出来时阵是，他可以听有，他可以听声音伫倒伊有骨头背看，目睭但是伊无眼神，眼睛空洞的一直转，然后再慢慢，伊哩，那护理师这医生讲你爱用声，声好听，你要听音乐啦，看电视拢无要紧，保持迄个声音，然后一直刺激他，安尼。经过了解，创世台南婚姻目前到伫到处服务植物人大约200位，拢是免费，嘛感受每一位互助家庭背后心酸的故事。不过，烦恼受疫情冲击，捐款减少影响服务，所以推出日行一善，希望帮助植物人一天300块营养餐费。创世基金会为植物人服务已经30几年了。那除了安养服务以外，我们还到社区做免费的到宅服务。那最近呢，我们有一些个案需要一些膳食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希望各位企业或善事，或者是就是乡亲们能够协助我们日行一善这个活动。那每一个人次的那个经费是300元，那希望大家共襄盛举那支持我们的日行一善活动。这款有意义的情人节故事，创世嘛希望提供给社会正面的力量，成为支持家属上大后盾。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。